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167天，同時也是哈梅內伊悟道成仙的第167天，同時是穆吉塔巴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167天。就在這第167天，特朗普發表了優勢在我的關於伊朗戰爭的講話。特朗普他8月12號在社交媒體發帖子，再次強調美國掌控着霍爾木茲海峽。他在帖文中寫道，他說美國完全掌控霍爾木茲海峽，我想我們會一直保持下去。我們的海上封鎖被所有人稱之為鋼鐵壁壘，而伊朗對此毫無辦法。特朗普稱伊朗沒有海軍，沒有空軍，剩下的士兵也拿不到獎。伊斯蘭革命衛隊已遭重創，潰逃，其領導層即便往好了說，也是前途未卜。特朗普還說伊朗國庫空虛，通脹高企，已經完蛋了，而且情況還在惡化。最後特朗普還諷刺伊朗說是伊朗是嘴把式光說不練。特朗普警告伊朗勿採取進一步行動，就是不要妄動，不要盲動，不要誤判形勢，稱美方在當前對峙中處於極佳位置，並且美國海軍已對海峽完成了掃雷，美軍有能力持續封鎖伊朗主要港口，即便是間接談判也已陷入停滯。美方拒絕伊朗索賠要求，並繼續施加軍事與經濟壓力。最後特朗普還威脅，他說也許到某個時刻伊朗會被炸得粉碎，主要是看特朗普的心情。而伊朗方面呢，那更是针尖對麥芒，那是把嘴炮那是發揮到極致，正在跟特朗普俩鬥嘴双方都是現在陷入嘴炮狀態。這個伊朗的叫波斯灣海峽管理局說，當地時間12日，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表示，美國官員反覆聲稱霍爾木茲海峽已重新開放，但這並不能改變事實，霍爾木茲海峽仍然關閉，除非美國接受伊朗提出的條件，否則該海峽不會重新開放。根據伊朗媒體發出的最新消息，伊朗的最高領袖又發出了新的指示。什麼指示呢？說伊朗政權發布了新任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爆炸性首份聲明，声明內容叫霍爾木茲海峽永遠關閉，直到美國跪地求饒為止。也就是伊朗要把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到底，封鎖到美國特朗普跪地求饒。我們絕不會無視我們烈士的宣洩，我們不是我們周邊國家的敵人，只針對美國基地，但炸彈無論如何都在向你們的鄰國傾瀉，關閉該地區所有美國基地，否則我們將攻擊他們全部。呼籲伊朗全面團結。你看這個給人感覺伊朗現在是越來越強硬，好像又吃了火藥了這個態度越來越硬。霍爾木茲海峽永遠別想通航，直到美國跪地求饒。我繼續要炸周邊國家，我不是炸你們，我是炸美國基地。雖然炸的是美國基地，但也炸的是你們國家，反正就這意思。炸彈向你們的領土切，這是最新的伊朗最高領袖的指示。所以你說這不就扯了嗎？特朗普總說美國對霍爾木茲海峽完全控制，儘管由於伊朗戰爭不斷升級，通過該主要水道的航運量降至1周低點，但是伊朗仍然態度堅決，承諾繼續抵抗美國，並保持關閉海峽，直到其所有要求得到滿足，也就是美國跪地求饒。不僅如此，伊朗似乎正在將其軍事戰略從防禦態勢轉向更具進攻性的戰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重組其指揮結構，並提拔高級將領，以準備與美國和以色列長期對抗。前2天，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一位高級顧問表示說，伊朗可能會延長與美國的戰爭，直到特朗普下台為止。我們必須實現威懾，讓敵人不敢再攻擊我們，這樣我們才能安居樂業。一種方法是將這場戰爭延長到下一任美國總統任期，造成消耗戰。這樣如果其他人想攻擊伊朗，他們就會知道要付出代價。双方繼續鬥嘴，而且伊朗革命衛隊高官這個高官很厲害，是叫雷扎納克，穆罕默德·雷扎納克提，
他在接受美國媒體獨家專訪這個也比較少見。開戰以來革命衛隊高官接受西方媒體的採訪，而且是美國媒體採訪。這個採訪還時間挺長的，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納克提說，毫無疑問，勝利屬於我們。美國的2個主要目標，推翻伊朗領導層和分裂伊朗已經失敗，戰爭變成了一場沒有戰略的戰爭。美國每隔2-3天就宣布一個新目標，他表示截至目前我們是勝利的。戰爭持續越久，伊朗積累的經驗就越多，而美國軍隊比我們之前認為的要弱。說到伊朗的導彈庫存與威懾，他說每天生產數量遠遠超過發射數量。但被問及導彈庫存時，納克提說，我們每天制造的導彈數量比我們要發射的還要多，並且可以在國土任何地方制造。警告說，如果有一天伊朗的導彈用完了，那時我們對美國來說會更加危險，因為美國在全球有成千上萬的經濟利益點可以被輕易的被毀。不知道什麼意思，它这是威脅啊。也就是說，首先我導彈是管夠管飽，量大管飽，你不用擔心，我隨時都能生產，生產的量遠遠大於消耗量，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你們就偷着樂，如果我們導彈用完了，那麼你們就完蛋了。有導彈我們還用導彈打一打，講規則，用導彈襲擊那是好歹是講究規則，導彈用完了呢，你們就準備叫沒有規則的反抗，那也就是不對稱。美國在全球有多少萬個利益點，經濟利益都是伊朗的打擊目標，也就是伊朗要搞恐怖袭擊，就這意思。這個有點像斗武之戰，曹操跟袁紹是吧？官渡之戰的時候，那個許攸跑到，他不是被袁紹氣着了嗎？他也投靠曹操去了。許攸就問曹操，你這糧食還有多少啊？曹操說，哎呀，不用擔心，糧食有的是。那許攸就說，你這人說話不對吧？這個時候了你還撒謊，不坦誠相待。曹操說，我糧食還有3個月的。那許攸說，你還不說實話，就這意思，實際上是一個邏輯啊，不能讓你知道我到底還有多少導彈，其實我也不讓你知道我還有多少糧食，是吧？你說1800年前和現在差不多，伊朗導彈是越打越多。當然了，這是他的一個宣傳手法。美國缺導彈，伊朗導彈越打越多，這玩意兒多多少少有點像俄羅斯越打越富，這是一個邏輯，是吧？它不符合科學規律啊，但是有人就信，沒有辦法。3-4年前是吧？那網上都是俄羅斯越打越富，美國人家任何都是正常的，居然缺武器，而伊朗全面封鎖是吧？幾個港口也被人封鎖了。又被人制裁，海外的賬戶怎麼那個資產被人凍結，國內工資都發不出來，他導彈還越打越多，你說這叫什麼事？誰給解釋一下？在談及民用船只攻擊時，這個納克提他說這是戰爭狀態下，這是國際法。也就是美國記者問他，那你要打民用船只幹啥呢？這個衛隊的高官說，這是戰爭狀態下，這是國際法，你在我門口過我就打。你都聽我招呼，我讓你怎麼幹，否則我就打你。結果烏克蘭把伊朗的船給炸了，伊朗現在跳得多高是吧？又說這個烏克蘭你違反了什麼國際法？就他打別人船那是合法的，是符合國際法。烏克蘭打他的船那就是違反了國際法。怎麼跟俄羅斯是一個德行？只准他打別人，別人還擊就是恐怖襲擊。俄羅斯炸烏克蘭那就是天經地義。但是烏克蘭炸他呢，這就是恐怖襲擊啊！伊朗打民用船只那是天經地義，別人打他的船那就是違反國際法。但是談到這個死亡美國的口號，這個伊朗人不是老是喊讓美國去死嗎？這美國的記者很關心這個，那你們天天喊讓美國去死是幾個意思啊？這個衛隊的領導人這回說實話了，他說讓美國去死不是讓美國人去死，是讓美國領導層去死，而且這個領導層還不是所有的，是那些搞美國霸權主義的領導層去死。你看，納克提澄清死亡美國的口號意味着終結美國的領導地位，不是真的讓美國人去死，是讓美國的這種霸權主義領導地位去死。那種自成為超級大國以來入侵和侵犯70多個國家的領導地位，就是你这霸權地位去死，不是讓美國人民去死。他這麼一解釋好像就合理了，是吧？你讓這種霸權主義去死，那也說得過去。但是你讓美國人民去死，美國人他就覺得我靠，我又沒得罪你。你說這玩意你早點說不挺好的嗎？你在2月28號之前，哈梅內伊死之前，你多解釋，
对美國媒體解釋一下，我們不跟美國人民沒有任何仇，對不對？我們願意跟美國人民和平共處，但是我們跟霸權主義不共戴天。你這麼一說，似乎對吧，有點這個帶有某種正義性是吧？還能解釋啊？好，後面就談到核武器了啊。核武器这很有意思。首先說美國人啊，他說美國的核彈威脅，他說核彈後將失去全球軍事基地。但被問及美國使用核彈的可能性時，納克提稱這最終可能是個錯誤。核彈使用後次日，美國在全世界各地的所有軍事基地都會被佔領，因為世界人民已經覺醒。這個說的比較虛了啊，反正頂多就是威脅、恐怖襲擊唄，就這意思。但是他說世界人民已經覺醒，也帶點虛了。後面說到啊，他說伊朗不尋求核彈，他說我們的核彈是全世界人民的心。納克提明確表示，伊朗不需要核彈，伊斯蘭價值觀正在席捲全球，並稱伊朗的核彈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是我們反抗壓迫贏得的。你看啊，這個納克提啊，作為革命衛隊的最高顧問，他出來接受美國媒體採訪，多多少少表面上是非常強硬，實際上是在說軟話。大家有沒有發現，嘴上非常硬啊？這個導彈要多少有多少，你們要打我，第二天你們就沒了，等等說一通。後面說了啊，最後重點是後面說不要核武器，我們的核武器是人心，這是幾個意思啊？再加上是向美國人解釋，我們不是讓美國人民去死，我們是結束美国的霸权。你看啊，他通過美國媒体講這些話，說白了就是向美國人民喊話，對吧？起來推翻特朗普的暴政，也學會了利用美國媒体去反向宣傳。這個就像極了，我記得2023年是吧，還是24年，福克斯新聞的主持人叫卡爾森是吧？那個人跑到莫斯科去採訪地保，地保就通過他的話筒是吧，向美國人民宣揚啊，我們俄羅斯是人畜無害，我們俄羅斯是最喜歡和平的，最盼望和平，我們俄羅斯人是最希望融入西方文明，不像某些大國是吧，跟美國对着幹。我记得我有印象，大家自己可以去查一查。實際上他就是利用美國媒體做反向宣傳，某種程度上也是衛隊啊，實際上他是在降低調門。他這一套說法從他們的眼光看，那是強硬的無比，非常強硬。無論是伊朗的談判還是印度的談判，這一聽這個又是熱血亢奮是吧？但是實際上他是在降低，什麼意思？特朗普最關心的就是核武器。你這個納克提相當于再次向美國人民、向特朗普宣傳承諾，我們不搞核武器，不就這意思嗎？我們的核武器是人心，都已經這樣了，你還要我怎麼說，是吧？所以說他这種宣傳，他是在降調門。那再結合穆吉塔巴的說要永久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實際上我認為伊朗內部已經發生變化了。什麼變化？在美國的制裁、經濟施壓之下，外加軍事打擊，伊朗國內他已經越來越困難了，活不下去了。他特別希望跟美國保持談判，但是他又不能直接找求美國談判，至少在外界在公開場合下他不能求，他要在公開場合下他要表現出一個非常強硬的姿態。所以說他在能強硬的地方他必須強硬，強硬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而在不能強硬的地方，他表面上強硬，實際上他在讓步。比如霍爾木茲海峽，他就打嘴仗，說我就關閉，永遠不開，除非你美國跪地求饒，我就開。核武器这個呢，我們不搞核武器，他不說了，他說我們核武器是人心。所以你看，該讓步的地方，該降溫的地方他降溫。但是為了讓判和世界上的判們不要失望，所以他在某一地方他又升溫。那反正這樣一升一降，讓很多盤们搞不清，因為朗子果然強硬，強硬派已經硬到骨頭裡了，就這意思啊。實際上特朗普啊，最近的這個叫什麼，不戰不和，不撤他也不打，這個策略起了作用。你想啊，再次封鎖伊朗港口1個月過去了，那時候朗子多難受啊。但美國他沒有損失，他有什麼損失？他油價也沒漲，特朗普的損失就是臉面子，大家都罵他，說他又逃跑了。美國沒有損失，有什麼損失？油價並沒有漲到150，油價現在還是80嘛。所以特朗普他就準備耗了。那但是一旦特朗普擺出耗的姿勢，伊朗他就受不了了，是吧？你看這些表態，說白了就是希望跟美國還要談，但是他也不能直說。所以說他就說啊，你要耗是吧？那我就耗到你下台，那咱們就耗唄。你還有2年時間，你不就下台了嗎？
所以他就擺出這麼個架勢。所以這就是伊朗強硬派的這個，他也沒辦法是吧？因為為什麼現在媒體報道啊，伊朗的衛隊工資都已經說2個月還3個月沒發了啊，現在衛隊每天。我看媒體報道不知道真假呀，說伊朗的警察呀，已經幾個月沒拿到工資，那警察肯定是排在衛隊後面，優先級啊，債權的順序啊，衛隊的工資肯定是優先債權啊，那警察的工資是普通債權，那排在後面。那普通的伊朗人的工資那就清零了啊，沒有就沒有了，別着急。警察是普通債權排在後面，所以警察是幾個月沒拿工資，一天的飯菜就是3個雞蛋，半個土豆。一整塊菌，即便如此，這個叫檢疫，也每天照常上班幹活。其實警察都已經這樣了，你想想，再這麼封鎖下去，這伊朗扛得住嗎？這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即 CNN 報道，他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啊曾誇耀他對伊朗發動的戰爭，促使德黑蘭出現了已經非常理性、非常不同、更加通情達理的領導層。然而，本周6名強硬派人士獲任關鍵安全職務，表明伊朗新領導層既不溫和派，也無意讓步。特朗普政府還壓住對伊朗制裁和海上封鎖壓力能力，初步使德黑蘭屈服。但《華爾街日報》分析認為，伊朗的統治者正在打造深層型經濟，也就是戰時經濟，維持國家長期恐重創的經濟運轉，從而抵禦曠日持久的攻勢。凱投宏觀研究公司數據顯示，他說美國重新實施拋售後，伊朗實施拋售什麼意思？美國的戰略庫存石油完出拋售，實行制裁。說伊朗7月石油出口幾乎為0，伊朗的年經濟通脹率超過80%，土耳其經濟已比上年同期上漲190%，牛奶價格上漲15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伊朗今年 GDP下降5.4%，是萎縮。分析人士指出啊，說德黑蘭正通過配稀缺物資、限制外匯規避、削減投資，把更多經濟負擔轉嫁給普通家庭，來勉強維持戰略物資進口和國家機器運轉。你說這麼下去，耗得起嗎？還能越打導彈越多嗎？前面越打越富有的大哥已經證明了，這越打導彈越多的2、3弟再來證明一次，既求生存又求國內復甦的經濟模式將加劇貧困。說的是伊朗啊，但也為困境與美國談判爭取更多空間。若伊朗能夠堅持下去，超越華盛頓的預期，就更有理由放棄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延長對巴勒斯坦的控制權，並增加爆發衝突的風險。這個《華爾街日報》他是這麼說的，他說特朗普政府極限經濟施壓，伊朗轉為戰時經濟，就是消耗唄，看誰耗得住。有專家說，他說我越來越覺得這是一場雙方都在誤判速度的較量。他說華盛頓認為長期的經濟高壓最終會困住伊朗，這或許沒錯。德黑蘭認為持久戰會給華盛頓帶來日益沉重的政治代價，這也可能是對的。但在這些壓力多快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問題上，雙方可能都算錯了。我覺得特朗普他應該沒有錯，特朗普是堅持到中期選舉之前低調處理，反正你經濟已經中毒了，現在他就後面看着就完了。在經濟制裁压力可以加大，軍事呢盡量避免。如果就這樣下去，那肯定是伊朗吃虧啊。所以伊朗叫什麼？日進而風不止。既然你特朗普想這樣，他一定会要打破這種平衡，他就要搞事。雖然特朗普說了啊，他完全掌控了霍爾木茲海峽，伊朗說霍爾木茲海峽繼續保持封鎖。那霍爾木茲海峽到底什麼情況呢？數據顯示，目前海峽每日通過油輪僅有10幾艘，也就是戰前的1/10吧。6個月前，從波斯灣出口石油的流程相當簡單，以盡可能低的成本生產原油，經由最快的路線出口，再賣給出價最高的國家。但那種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霍爾木茲海峽長期以來是波斯灣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受伊朗戰爭影響，经由海峽的航運活動仍受到嚴重限制。許多油輪必須面對伊朗攻擊型無人機的威脅，或關閉定位設備，在靜默狀態下航行。當地已有至少17名海員喪生。幾十年來，波斯灣國家一直是全球主要石油產地，
如今這些國家正致力於擺脫這條狹窄水道的依賴，這些國家正在建設或擴建能夠繞開海峽的輸油管道及其他基礎設施，並大幅提升在亞洲等地的石油倉儲能力。什麼意思？他跑到亞洲這些國家，跑到印度是吧？馬來西亞，他去租地方建石油罐、石油的儲藏設施，人家油一生產完之後，就直接就儲存在馬來西亞或者是印度，在那兒開始賣，這也是個辦法，就是盡可能的降低霍爾木茲海峽的這種重要性。這些舉措凸顯了戰爭如何重塑波斯灣地區石油產業格局。儘管相關項目耗資數十億美元，且需要數年方能完工，但各國政府和企業均視其為應對這一動盪加劇地區局勢必要的風險對沖手段。即使美國與伊朗最終停火，波斯灣石油出口國家也意識到過度依賴單一運輸通道的風險已難以承受。從長遠來看，這些措施也可能削弱伊朗在地區的影響力。專家說，許多人認為霍爾木茲海峽將再也無法像戰前那樣承擔同等比例的石油出口運輸任務。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願意再次如此嚴重地依賴這一運輸流。他說，能源生產商已開始更加重視基礎設施的安全性，即便這意味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並犧牲一定的效率。在面向阿曼灣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叫夫查伊拉，这是阿曼的啊，不是，這是阿联酋的。施工人員呢，正晝夜不停地鋪設一條新的原油管道，這條管道與現有的輸油管道線平行，運輸來自阿布扎比陸上油田的原油。這項宏大的工程旨在將該國的繞行輸送能力提高1倍，達到每天360萬桶，從而使阿布扎比幾乎所有的陸上原油都能在無需經過霍爾木茲海峽的情況下直接輸送至國際油輪。這就是美國的財政部長貝森特說的啊，霍爾木茲海峽已經越來越不重要了，未來80%的原油也不走霍爾木茲海峽，通過陸地、通过管道輸送了。你這麼一整的話，那朗子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嗎？挨了一頓揍是吧？鼻青臉腫的，最後拿了個海峽，啥也沒有，船都不是從那兒走了。沙特更狠了啊！國家石油巨頭沙特阿美正加速推進其東西輸油管道耗資數十億美元的擴建工程。這條全長1201公里的輸油管道始建於20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期間，橫貫阿拉伯半島，直通紅海港口沿部。沙特官員正致力於將輸送能力再提高到每天100至200萬桶，就是提高這麼多。同時也在考慮建設第二條較小的平行管道，用於輸送成品油，就是煉完的汽油或者柴油通過這管道輸送。與此同時，霍爾木茲海峽局勢持續不明朗，也促使波斯灣產油國採取更多的措施。你看，科威特正與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國家商討建設一條輸油管道，旨在將科威特的油田與紅海沿岸或阿曼境內的港口連接起來。約旦國家電視台報道，伊拉克和約旦也重啟一項擱置已久的輸油管道計劃。管道若建成，每天可以把多達100萬桶原油輸送至紅海沿岸，叫亞喀巴港。現在還有一條管道在經過敘利亞，從敘利亞直接到地中海。你說，就像很多管道插到中東往四周那些海上那港口去吸，那你这个霍爾木茲海峽還有什麼用呢？除了新建輸油管道外，波斯灣國家還在數千英里之外，通過在韓國、日本和印度等地擴建儲油設施，構建食物保險。邏輯很簡單，如果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石油已經運到了海峽的另一側。這裡面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敘利亞啊，剛才已經說了，從伊拉克要往敘利亞修一條石油管道，敘利亞朱拉尼亞野心勃勃，要把敘利亞打造成一個地中海上面的一個石油樞紐，從伊拉克的，還從黎巴嫩的，從什麼地方油都通過敘利亞，在那兒再通過油輪給它送到歐洲。所以朱拉尼又是去德國又去法國訪問，這法國總統還親自跑到，冒着生命的危險，是不是跑到敘利亞大馬士革去訪問，幹什麼？就玩。朱拉尼的還去美國訪問，成為特朗普的座上賓，幹什麼？實際上這當然了，你不能說這是叫下大棋啊，人家這是明牌，就是把原來的俄羅斯的勢力從敘利亞給趕走，或者叫弱化。這是讓敘利亞就變成一個
美西方控制的這麼一個地方，擺脫俄羅斯的控制，這樣它才會成為美西方一個石油的一個中轉站，一個樞紐。朱拉尼也是非常配合。最近叙利亞就發生了一個事情，8月11号，叙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第4刑事法院正式作出司法判決，缺席判處前總統阿薩德，就是巴沙爾呀，及其弟弟马赫爾死刑。同案被捕的前德拉省安全部门負責人纳杰布已被执法人員羁押。這是2024年底敘利亞政權更迭，沙拉領導的反对派控制局勢以來，敘利亞新政府首次對前政權核心領導層作出刑事判決。這一判決宣布在48小時前，那為什麼這個時候判？这不是對吧？他的2年了快，是吧？巴沙尔都逃到莫斯科去了，怎麼這個時候才判他死刑？實際上，因為判巴沙爾死刑之前要做很多工作，是要做鋪墊的，有很多政治安排和交易，完了之後再判。這個就是朱拉尼和美國西方他們勾兑的一個結果。大家都知道，俄羅斯在敘利亞有2個基地，這都是在巴沙尔手上搞的。這2個基地就限制着敘利亞是被俄羅斯控制的。如果不把這2個基地給搞掉，那敘利亞永遠是在俄羅斯的陰影之下。那西方也不放心啊，投入巨資在那兒搞什麼石油中轉枢紐，到時候不是鸡飛蛋打嗎？所以你必須把這2個基地搞掉，搞掉了，美西方才会給你投資啊，才會在這兒修管道，才放心啊。你到時候你把管道修好了，你這樞紐在這兒，結果阀門被俄羅斯人掌握了，那你這不是開玩笑嗎？雞飛蛋打。所以你看，矛盾焦點就是一切都談好了，那現在要把2個釘子在敘利亞的俄羅斯的基地要給它拔掉。所以在死刑判決48小时前，也就是2020年8月9号，俄羅斯與敘利亞過渡政府剛剛就俄軍敘利亞軍事基地的去留達成了最終協議。經過長達1年半的談判，雙方明確將赫麥米姆空軍基地與塔爾圖斯海軍基地民用設施全面移交敘利亞政府。基地的民用設施沒有了，你都那些什麼宿舍都給還給這個敘利亞政府了。而軍用設施保留幹什麼？軍用設施調整為共同利益框架下的聯合訓練和能力建設中心。什麼意思？以前這2個基地實際上在敘利亞就叫治外法權，好像是這樣的，就是這2個地方是你敘利亞的，主權是你的，但是這2個地方不歸你敘利亞管，你就像各國的外交大使館一樣的，是這種概念。人家在那兒部署多少部隊，什麼軍隊跟你敘利亞沒關係，不歸你管。那人家的地方，人家那裡面發生什麼事情，你敘利亞沒權利去過問。那雖然是你地盤，這叫治外法權。你看在那兒，就相當於那2個基地，就像俄羅斯在那兒的2塊領土飛地，就這個概念。但是現在一改之後什麼意思呢？現在一改就完了啊！過去是人家自己有港口，對不對？什麼武器、什麼東西運到那兒跟你沒關係，不走你敘利亞的海關。那現在民用的已經移交給敘利亞政府。這個軍事設施是跟敘利亞共用，這叫什麼？叫共同利益框架下的聯合訓練和能力建設中心。也就是你這2個基地以後要往裡運什麼東西，你自己走不了了，你只能通過敘利亞海關，海關人家就要檢查，把你是不是用的啥玩意兒來了，不行，這武器不行，那武器不行。實際上這種安排就是剝奪了俄羅斯在敘利亞的特權。這種安排實際上就給地保一個面子，一個台階下。如果你把它掃地出門，那地保這面子掛不住，所以你得給他一點，就變成一個我們雙方共用的一個什麼訓練基地。顯得好像地保我這基地還在，實際上基地是在，但是不歸你管了，不是你說了算。那這不就相當於整個的就還給敘利亞了嗎？你要做到这一點，你才能去跟美西方談判，要建管道，成為歐洲一個重要的石油樞紐。也只有這樣的，你敘利亞才能在美國把那什麼恐怖主義是吧，帽子給摘掉，標牌給你撕掉，標籤，才能解除制裁是吧？哎，這你看，這都是朱拉尼幹的活啊。那朱拉尼這麼幹，一對地保肯定不好，第二個，那對伊朗也不好，因為他那管道一旦修成，那霍爾木茲海峽更不重要了。一旦管道修成了，那你說地保那油還賣給誰？人家從伊拉克，從什麼科威特是吧？那直接就最大的氣田，直接就運到歐洲了。歐洲就更加不需要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了，而全世界也不再依賴這個霍爾木茲海峽了。你說搞啥？
這兄弟倆雞飛蛋打，所以说誰最着急啊？所以这麼耗下去，那伊朗是最着急，籌碼都沒了，人家是釜底抽薪呢。再聯想到這個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搞的這個叫遜尼派聯盟，一個是北約成員國，一個有核武器，腰裡別着煤氣罐，一個有錢，這三個人搞了一個叫什麼共同防禦軍事同盟啊？你打任何一個國家，就相當於打這三個國家，那你說老子還有什麼前途啊？你還想整誰啊？這個聯盟還在擴大，到時候約旦也加入，說不定伊拉克也加入，說不定最後的阿聯酋這都加入了，那你都老子加入不了。這個事情還沒完是吧？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局勢啊，後面還要繼續跌宕起伏。伊朗人不可能就這麼束手待斃啊，坐以待斃，他肯定還要玩花活。那我們倒看一看，還要繼續打臉特朗普是吧？那看看怎麼打的。特朗普就是忍啊，中期選舉之前借機用忍。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